美國紐約曼哈頓的聯邦大樓外口27號人放火，這放火是一個43歲退伍軍人抗議政府的移民政策，甲海關執法局掠移民的手段。這件代誌結果是造成3個人重傷。透早8點外，紐約曼哈頓下城聯邦廣場26號北邊的門外口，互人潑汽油放火，唔但火舌傳出來衝高煙，了後佫傳出爆炸的聲音。真濟未穿制服的聯邦警員，隨甲嫌犯壓制佇邊仔人行道，甲伊掠起來，帶入去大樓內底關押。Poured gasoline onto the ground. It ignited it with a lighter and an incendiary device. That device was a firework, a large firework in a canister. That proceeded to catch on fire, pretty big flame as you've seen on the internet. He then pulled out an airsoft rifle and fired 5 to 7. 嫌犯確認是43歲陸軍的退伍軍人阿拉巴卡。2001年到2005年服役期間，是愛國者歸彈系統易修的工人。伊車頂有藏反 ICE 的宣傳品甲標語，閣炸2支寶頭、1支鋼錘仔、4支刀仔，真濟破壞性的裝置。阿拉巴卡向調查人員坦白講，攻擊的目標就是這棟大樓，無要意敢會造成人員的傷亡。伊互掠的時陣，閣繼續甲 ICE 錯干交。Mr. Arabaka came armed with bad intention. He is an anti-American, anti-government extremist. 阿拉巴卡攻擊的大樓是聯邦警長，內底有包含聯邦調查局 FBI、移民甲海關執法局 ICE、移民局甲移民法庭等等真濟機構駐紐約的總部。最近已經正做反對川普移民政策示威活動的重要據點。這個事件造成1位執法人員在內3個人輕傷。案件目前是 FBI 聯合反恐怖行動任務小組主導調查。紐約檢察官當咧評估起訴的罪名。公司新聞是會長北約。